继续来看香港的廉价航空，针对着乘客所在行李，这个票价有新的规定。上班期的票价都只会当炸这个随身的卡网，这个卡网都只会当放伫个头前座椅的下骹，袂当放伫个面顶的橱啊。讲这种行李的新票价，欧洲的廉价航空早就咧做了，已经将做一种的趋势。 比例宴会超光声谱，来到香港迪士尼进入梦幻世界。或者是飞一座香港接在地美食，想要出国香港快运航空接触行李票价新规定，本正过去2种选项增加到4种。来看上述的票价，今日当早随身物品，亲像细卡盘影、手挂电脑包，爱放伫咧头前座位的体。以香港飞台湾机票为例，上述的票价3300块，含加增加登机行李箱计小时减新台票200块左右。不外乎就是在搜寻票价的时候呢，看到我们讲的更裸的机票，就是说呢，这张机票只有把你运到目的地，其他所有的附加服务都没有提供。那另外呢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在航空界常见的趋势。认证欧洲的小价航空早就伫咧卖这种票，亲像爱尔兰的瑞安航空和英国的伊捷航空，上价票价嘛是今日当早一件细卡盘影，赶快来放伫咧头前座椅的体。若想要早登机箱或者是托运行李，全部爱搁另外加钱。我出国都蛮轻便的，短程就舒适度对我来说没有很重要，就可以到就好。都已经要出国了，我就想要舒舒服服的出去玩呀。杀这种票，凡世是锁定飞底船航班，这回香港快运航空嘛来学欧洲小价航空卖票的方式，就看旅客敢袂当接受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